好，咱来看这台北市艋舺清水岩的祖师庙是这台北市的市定古迹。不过，伊外口的壁面互清洁队打广告，佮用油漆甲这分遮嵌过去，一个面壁变甲是歹糊糊。庙方表示讲，这就代表大家对文化资产的保护这意识还佫不够，修复也着爱开到上百万。环保局即摆也要甲庙方呢做伙来修复。一大片壁道顶悬拢是一块一块白色的油漆，这是台北市市定古迹艋舺清水岩祖师庙的外墙，是因为互环保局的清洁员大煮大意打禁止乱弹粪扫的广告，造成壁道顶拢是黏胶。后来清洁员佮用油漆补救，互这道墙是愈补愈害。所以我也袂当讲怪遮做工的人，因为确实无了解，毋是讲伊知影伊调工要甲你用歹，毋是安尼嘛。我嘛知影，所以若是要如何来防止即款情形一而再发生呢？我认为这就是顶悬的主管单位文化局，还是其他的单位因的责任，就是要通知所有咱市政府内底所有的施工单位。那台北市环保局庙方表示，台北自来水事业处也伫2024年12月30日打施工公告单，因为是古迹，目前预估这道墙重新修复，恐惊爱开上百万。庙方也呼吁政府爱重视文资的教育。对于文化资产观念的这一块的发生之后，我们也一直在加强教育同宣导这一块。好，对于相关的古迹墙面的文化资产是不可以任意去破坏的。那当然我们深表遗憾，但是我们后续会再加强所有同仁的教育，好，那以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针对这届对古迹的伤害，台北市环保局甲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拢表示会依照文资法积极和庙方文化局讨论后续修复的工作，协助申请国赔。未来也会更加注心文资的教育，做伙保护珍贵的文化资产，避免对古迹的伤害一再发生。记者张嘉义、谢桂玲台北报道。